向健康指挥行系列讲座8月3号第一场由嘉南疗养院颜世庆医师分享自闭的勇气，以对脑科学的研究专业来说明8位自闭勇者的故事，希望让大家不只抱着正面乐观，也让帮助别人。这场由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主办，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承办的相关系列讲座已经办12档，吸引不少民众用心来听。特别是超高龄社会如何迈向健康家庭，相当要紧。我们台湾已经就是超高龄社会了，我觉得家人的健康要期待家人一起往前走，迈入健康家庭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我们跟中华医事科技大学这边，每年规划的生活化主题性的课程，可以让民众对生活的部分可以有更好的前景啊。长期投入妇女甲性平教育，协选台南市推展家庭教育个人绩优的助理教授张明兰，今年嘛持续邀请无同领域的学者专家来演讲。也包括疾病防治、消费保障、健康促进以及食品安全等6大议题，课程多元精彩。12年来，非常感谢台南市民对这样的讲座支持。那从办活动当中，我也发现我们台南市民很有上进心，很有学习力那我们的健康讲座议题，其实都是跟民众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。为了鼓励民众来参加，我们还有准备这个前10名到场的呢，有早鸟礼物那谢谢民众的支持。那如果民众对于整个一个讲座呢，可以全勤都到场的话，我们结束的时候还会发给大家全勤奖向健康指挥行讲座将连续6个拜六在台南文化中心国际会议厅完全免费相当难得，欢迎民众好康到小报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